2021年12月27日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。负责人指出，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短了长度，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31条、27条，压减比例分别为6.1%和10%。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率领的5艘舰艇通过日本南海的冲绳海域。据日本防卫省称，中国辽宁航母率领的5艘舰艇通过日本冲绳和宫古岛之间海域南下，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护卫舰率领的舰队被派往该地区进行监视。俄罗斯外交部表示，北约向俄罗斯提出了就俄方安全绳索自明年1月12日起进行讨论的提案，俄方收到了这一提案，正在进行考虑。俄罗斯上周公布了希望谈判的安全提议清单。中国向正在建立的天宫空间站输送的神舟13号航天员完成了第2次太空行走。航天机组人员在太空行走期间测试了主舱的机压舱、宇航服和运输系统，使用空间站的机械臂执行任务。此外，还对空间站和地面控制中心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可能性进行了评估。土耳其正在为国产汽车 TOG 的批量生产做准备。据报道，在工厂工作的62台机器人的安装已在开始，生产线安装工作也开始，目标是在2023年第1季度上市。卡塔尔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同意向加沙的发电厂供应天然气。卡塔尔外交部加沙重建委员会网站上宣布，卡塔尔和巴勒斯坦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。土耳其在2002年之后的特殊公民程序范围内授予95845名阿赫伊斯卡突厥人和5836名维吾尔人公民身份。根据内政部移民局的数据，26681名阿赫伊斯卡突厥人和19328名维吾尔突厥人在合法居留权范围内居住在土耳其。据报道，在土耳其无限期居留权的可框架内，授予18611名阿赫伊斯卡人和17997名维吾尔人长期居留证。